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随着数位经济行动支付时代来临，虽然中央画出2025年全国的普及率要达到90%，不过议员陈秋平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要求市府伫咧推广上应该要加强回馈，才会当吸引民众来使用。议员陈秋平依照税务局今年所推动的行动支付 APP 纳税服务为例，因为诱因只有便利超商的礼券，议员认为无够多元化，无法度吸引民众。议员以着汤圆为例，利用行动支付停车只要半价，佮加上以咱市即马付予超商的代收费用，一档就要4000万。若是会当将这4000万直接回馈予市民，由政府带头，民间配合，相信行动支付一定会有真大诱因。我们在手续费，我们月结咱总额才2%尔但是呢，我们有看到4道超商，因每一笔伊就回馈4块，势必是有差别的啦然后支付比例在我们的第三方行动支付答案未及1%然后我们的4大超商它有85%。这嘛是咱的一般民众消费的习性啦，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还有我们手续费，我们在第三方行动支付全年的总金额，咱卡付予因这5间5款的4万多，不到5万块但是呢，咱吼超商的是4000万而且呢。我要跟你讲我们这样一比就知道了啦在我们第三方，我们的5款它是超低的，我们4大超商它是高的这根本就是讲，无人市民有无根本就没有普及嘛他们也不想用行动支付嘛，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诱因。第三方支付已经在用了嘛？那我们的那个台湾好行的 APP 支付呢，我们现在也在测试之中应该快好了啦，然后应该年底前应该可以启用。那启用以后呢，我们也有在那个盘算在计划是说，刚毅所建议这几个方式呢，事实上都很好对此，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针对行动支付，目前也请张副市长做专案小组，包括未来智慧停车会当加入行动支付。另外，伫咧永康的停留停车场规划，因为地点靠近平时营区，佮加上未来有纳入2条轻轨来汇合，议员建议应该朝向多目标来使用，结合商业甲停车开发。单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8里山连续大雨造成永康中华路徛街遮的地基崩落来，因为勘测到附近的公共安全，市府伫第一时间灌浆。不过后来煞演变成为纳入民意代表互相批评。议员林彦竹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将整个代志说明个清楚，嘛呼吁民进党千万唔通有选情无在情。透过影片会当看到永康中华路私人徛街崩落来，议员林彦竹找来水利局的副局长、干务局的主任秘书，甲永康区公所的主任秘书，说明第一时间进行着灌浆，避免危险来扩大。不过后来煞演变成为纳入民意代表为着要抢功劳，甚至质疑灌浆是错误的，互议员林彦竹相当的不满，批评民意代表袂当只有选情无在情。谁在抢功劳？我有灾民之，民代勿碎嘴。为什么我讲这样？市长，这几天来你非常辛苦，你也跟这些住户承诺了说3天内把它地底下打通。在打的时候，土石还是一直在流，左右都一直在流。考虑到地底下打的人员，万一生命的安全没有人有办法负责得起，还是在打的时候防止倒塌。所以说我很感谢市长，你昨天紧急的
把后面就是陶老师这一条后面2间房子拆除。当然，当你要拆除房子的时候，也没有做好整个，应该讲说要拆房子的时候，他们紧急再打给我。我当然跑去做协商完了之后，民众都可以理解。所以这些假如不是因为这个意外的来发生，或许地底下怎么掏空都没有人知道。针对中华路154项地下伤痕，因为当初是建商所来兴建，所以位伫咧私有地下面。后来因为放落来阻挡水路，造成8月30号一阵雨来，就马上淹水。目前市府也正咧赶工来开挖。所以土方从林屋从这个右侧的林屋一直流出来，那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因为一直坍塌，所以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很危险，他们觉得来这里爬有危险啊，所以大概在昨天的晚上撤离了。好，那我们紧急觉得说啊，目前总是从地底下有困难，所以要从地面上。那后来经过包括议员的协助那跟2个住户这边协商，他们也同意我们进去来拆除。那昨天也大家签了相关的同意书，那紧急的昨天晚上紧急拆除。那今天会做钢板桩，那从上面往下挖。我知道。议员嘛讲算笑来表示，希望市长伫咧代理的任内唔通搁再出国，因为一出国就发生这款的代志。同时也呼吁民意代表爱共心帮民众，唔通只会晓抢功劳。台南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公车这文化对民国102年开始推动，虽然成效未歹，坐公车的民众年年来提升，不过对于麻豆区的民众来讲，议员吴通良认为较无公平。议员认为对嘉义到台南的南干线一天有94班，不过对麻豆到台南煞无几班，而且该到嘉义来转运。对此，议员建议是毋是会当拨30班对麻豆来发车？议员吴通良上午替麻豆区民众请病。议员认为，咱市公车这文化其中，南干线对嘉义到台南一天就有94班，不过对麻豆到台南一天煞无几班，而且该到嘉义转运。议员批评麻豆唔通做二等的公民，建议市府爱做路线调整。那么他们最大的主意就是讲，既然咱嘉义会当有90几班车，为什么恁不爱拨30班来对麻豆发啦？免搁回去搞搬车，那么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当然，我嘛经过咱的客运的处处长、运输处处长谈到这个事情，伊咧讲如果这样子，是不是会导致互因呢感觉讲真乱啦？我是认为会不乱。即嘛，如果咱今仔日如果将30班的车甲搬来咱麻豆，等于互因去到遐转运的时阵，用这个唔免转运，嘛会当代替开始走这个南干线。当然，等于就是南干线有30班车对来麻豆发尔，我相信这唔是足大的问题。议者报告讲迄个麻豆有一个麻豆转运站嘛伊其实遐我足侪公车会当伫遐过，即摆讲直达的，即摆讲敢若G11呢，可能呢，阮较过来检讨看有法度可以增加班次，还是安那来处理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讲麻豆转运站呢，即摆已经议者你嘛知影即摆有迄个同年迄个核心拢有伫遐，伊其实开50块，伊嘛会使直接咧。坐来到咱市区家嘛你讲因为电子票证目前呢，核心呢因为它是属于国道客运的一个那个业者啦咱市区公车家呢，可能我们还要再跟他再做一个讨论，是不是说核心客运也可以帮我们市区客运服务，因为咱基本上干线公车跟咱的公车咱有8公里免费这种政策嘛伊也是讲反正伊是讲短程的旅客呢50块会当坐安尼这部分。多谢议者的种建议，阮搁来参与讨论，阮甲整个阮的公车捷运，我其实已经对民国102年开始，即摆已经几6档其实你讲的迄拢有居民的需求上，我咱爱来检讨啦检讨看有当互大家会当较舒适较方便互大家较爱来坐公车，因为阮
公车主要就是要服务大家啊，而且大家有这个需求，阮拢来检讨。除了关心公车路线的规划，另外伫咧即届823水环整个满道大排，因为顶油整治无好势，造成下营满道来饮水，虽然雨量超过大排保护标准。不过，议员嘛建议，除了整治主流，另外支流的部分嘛要对咧规划。对此，最近个回应表示，已经争取700多万做支流的搭配，只要电付款一过，就当发包来做整体改善。台湾新闻联播王子豪采访报道。海岸路景观工程完工以后，位伫咧海岸路边仔的水仙宫市场头前的停车格仔位大量来减少，但是民众犹原惯势停伫咧市场头前，造成民众侪车辆拢向拖吊走。无党籍议员参选人吴杰伫咧听到民众的抱怨以后，嘛向市府来争取市场的营业时间会当临时来停车。位伫中西区的水仙宫市场是侪民众采购的选择之一，但是日前伫海岸路景观工程完工过后，市场头前的停车格大量减少，同时也规定人行道袂使停车。虽然周边也是有画停车格，但是民众犹原习惯停伫菜市头前。所以造成侪民众互拖吊，也是开红单，造成民怨。无党籍的议员候选人吴杰，伊伫咧听到民众的心声过后，嘛甲市府订情，现在嘛争取到人行道会使伫规定的时间内底临时停车。海岸路的景观公园做了后啦吼，咱的水仙宫市场、海岸路在商场加所谓店家摊商，大家是叫苦连天啦。为什么？因为较早中午遐会当互人停，我都摆停汽车。即马做了呢，政府规定中午是根本不能停，包括即马在人行道边缘也禁止停车，只能停在马路上。它规划的格数，遐格数根本不符使用。我马上去甲交通局陈情，甲局长报告，希望伊会当赶紧来处理。所以局长也是体恤民意呢，马上讲因检讨中基本上可以同意了哈，但是需要府城同意，所以我立即用脸书的即时通，马甲李梦燕市长联系，市长也是真的很体恤人民的一个痛苦啊，弦外痛苦，所以马上就树立了一个告示牌，早上6点到12点人行道可以停车，解决了暂时这里的一个行李人的痛苦，甲未来买菜市民的担忧。吴杰嘛强调，伊的政见之一就是传统市场的周边，伫营业时间内会使临时停车。唔免互开红单，也则是拖掉。希望安尼会使互传统市场更较好做生意，嘛提醒民众，市场周边会使临时停车的时段只有透早，其他时间也是袂使临时停车的。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第一间5星饭店为着要庆祝17岁生日，对即马开始到10月10号推出各种餐饮以及大房的优惠，并且佮甲航空公司合作。推出消费满额就当抽机票的活动，要来回馈消费者长期以来支持。请开箱，8日17周年庆正式开始。台南大日子酒店欢庆17周年，为9月10号开始，连续1个月推出多项餐饮以及大房的优惠，另外嘛结合中华航空公司以及万达旅行社所提供的机票，作为消费满额的抽奖，而且佫邀请台北亚都丽致酒店米其林1星主厨杨光宗，再来经典的杭州料理，要予台南的消费者品尝。今年特别也邀请了我们台北天香楼杨光宗米其林1星的主厨来加入我们的阵容。让我们大义励志的餐饮更加的丰富。17周年庆回馈大家，除了有我们一系列的餐饮优惠活动，另外我们也有华航所提供的台南到大阪还有香港的机票，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活动来感恩回馈，感谢大家的支持。伫17周年庆活动期间，指定的餐饮拢有7折的优惠，而且单笔消费满1000就会当参加抽奖活动，除了机票，还佫有总统套房住宿券等好礼，等待消费者上门来试手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帕金森氏症现主时的医疗是无法度治好势，但会当透过药物的控制。新台病院神经科的主治医师就指出，帕金森氏症的患者除了持续的药物治疗甲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外，搭配着音乐甲舞蹈的治疗，会当来改善患者机体硬症症状。帕金森氏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随着患病时间以及年龄愈大，症头会愈来愈明显。主要症状有面部无表情、动作真慢、肢体动作硬接、行路真细步等。大部分的患者伫发病7天的时间就要坐轮椅，而且这项疾病目前阁无法度根治，只会当用药物、手术，甚至是音乐、舞蹈等方式来治疗。药物的治疗其实对患者的行动能力或是工作能力、生活品质都有很大改善的程度。那除了药物治疗以外饮食方面均衡的饮食或一些益生菌、益生元的摄取对肠道的健康保持其实都有对症状或是疾病的情况都有改善那另外运动是一定要维持的保持运动的习惯、规律的运动，其实一些步态的功能或是平衡的能力都可以改善最后我特别带到说，有一些音乐治疗或是舞蹈的治疗对病患的生活品质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治疗帕金森，第一个尽早诊断、规律服药，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最后音乐治疗。医生嘛指出，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伫饮食方面，嘛要保持营养的平衡，爱多多摄取益生菌，维持胃肠的健康，嘛要避免体重过轻，保持运动好习惯，拢会当有改善的效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的童谣《月光华华》，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也一面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和小邓老师一起主持《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说实在话，客家的文化，不论是在美食方面、音乐方面、语言或民俗信仰部分，透过我们电视一个礼拜一个单元的介绍，不但是我受益良多，我想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也和我一样，对客家文化收获不少哦。系呀。非常恭喜段时间有很多嘅观众朋友对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嘅支持老肯定，歌唱虽然当辛苦，唔过正经当有价值咯。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让我们有机会制作这么有意义的节目单元。小邓老师，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什么单元呢？今本日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要来老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童谣。客家童谣，哈哈，我还记得追嘟嘟卖豆腐，哈哈哈。小琴嘅基材党好哦。什么是基材党好呢？基材党好就是基心党好。我们的单元节目真的是老少咸宜，大人小朋友都适合来观赏、来学习哦。今本日介绍的书童谣内容有较长哦，很多热讲话话。
捏拱娃娃，我记得小邓老师说过，客家童谣有时候是有些无厘头，所以观众朋友们有兴趣，不妨跟着我们一起来念吧。来开始咯。捏拱娃娃，捏拱娃娃，細妹煮茶，細妹煮茶，阿哥吊燈，阿哥吊燈，年客食茶，年客食茶，萬古四神。萬古四神，啲體素件，啲體素件，萬年兩多，萬年兩多，四數兩多，四數兩多，愛橫崖，愛橫崖，也唔橫崖，也唔橫崖，太古轉來為嘛？太古轉來為嘛？四古轉來為大。四個轉來為大，唔是大也唔是媽，唔是大也唔是媽。17、18愛行家，17、18愛行家。家到內，家到內，家到無糖杯，家到無糖杯，無糖杯，無糖杯。種韭菜，種韭菜，韭菜花。韭菜花，結親家，結親家，親家門前，親家門前，一口糖，一口糖，血條里五，血條里五，八尺長，八尺長，長機拿來，長機拿來，煮就食，煮就食，當機留來，當機留來，土補娘。土補娘，土雞補娘，土雞補娘，愛嘟嘟，愛嘟嘟，煮雞飯呢，煮雞飯呢，香噴噴，香噴噴，土雞補娘，土雞補娘，狗甜甜，狗甜甜，煮雞飯呢，煮雞飯呢，廚房鹽，廚房鹽，土雞補娘，土雞補娘，冇用用，冇用用。煮雞飯呢，煮雞飯呢，掛掛蟲，掛掛蟲，土雞補娘，土雞補娘，樹路長，樹路長，強雞來嘅，強雞來嘅，學壯陽，學壯陽，土雞補娘，土雞補娘，樹路短，樹路短，強雞來嘅，強雞來嘅，冇黑亂，冇黑亂。哇，这首童谣好有意思哎！真勁係哦，客家當道嘅童謠啊，真勁當道當神奇哦。有上時啊當真勁，有上時啊又當無厘頭。像耶穌嘅童謠啊，有可能係做了有熱講嘅安布頭，嘅鬼屋下人食飽呀，初初和堂來聊聊打嘴鼓，太人啊帶定聲人呢，共下來念童謠。你念一句，我講一句，實在係當好教又當神奇哦。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使後院，見本意出講到呀哦。以下我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6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9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